堅尼地城係個特別嘅社區，有佢獨特嘅港風街景，又近維港。最近有唔少嘅變化，今年年初有住宅新盤嘅落成，亦都有公營房屋嘅發展計劃。海濱長廊亦都會喺今年下半年正式由堅尼地城開通到北角，區內生活同埋投資環境逐步提升。近年好多遊客鍾意去堅尼地城打卡，最具人氣嘅打卡點就係呢間咖啡室 Hong Kong Be Happy。當然，亦都唔少得呢一個維港美景同埋呢個咖啡文化。今日我要介紹嘅物業就係呢兩個熱門打卡點嘅之間。物業地址喺西環口和街47到51號地下 B 號鋪，建築面積約600平方尺，有來去水，電力3上60A。租客係絲茶，係香港著名嘅茶飲品牌，以港式絲襪奶茶為靈感，好受年輕人歡迎。呢間鋪係位於堅尼地城嘅核心地段，近地鐵站。現時貨賣嘅價格好有競爭力，有好嘅租金回報，物業亦都有升值嘅潛力。如果對呢個物業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哋。